这个武汉的肺炎嘛冲击到南投的观光。每一年的2月，也就是过年的前后，三林溪甲日月潭的沙区啦大开，尤其是安尼滚滚滚。但是今年三林溪的人潮比去年是大减5成到6成，日月潭嘛是同款。游客就算照常去佚佗，嘛是专程来挂喙安。业者嘛特别准备酒精帮游客来消毒，搁来量体温，完全唔敢大意。来南投日月潭坐缆车赏烟花，当着时已经开得要8成，规片土红色的非常水。但是赏花的民众却比往年减少真多。业者表示讲，去年同期游客有7万多人，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剩4万多名的游客，冲击袂少。春节期间，三林溪一向是民众行春的圣地，即马嘛因为武汉肺炎受到影响。踏青赏花的游客，相较于往年春节假期，约减少了5成到6成左右，退访或延后旅游的这个行程的1到2成左右。武汉肺炎疫情，互民众减少出去佚佗意愿，就算照行程继续耍，嘛是拢挂喙安，唔敢大意。工作人员嘛挂喙安，用酒精喷手消毒，而且帮每位旅客量体温。36.9度。很多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买不到口罩，我们也要拜托我们相关的单位跟长官是不是能够协助我们？南投县是观光的大县，真侪人来观光，却因为武汉肺炎影响游客数量，业者喊苦真无奈。不过嘛，只好加紧加力硬体，祈祷武汉肺炎带来旅游业的寒冬会当赶紧过去。